跟住係香港僱傭中介總會黃義副主席。主席、各位議員，目前香港政府所制定嘅外傭政策，由開始至今已經經歷咗40年，但係變動唔大並未可以與時並進。而家保障外傭嘅條文混淆不清，又相互抵觸，引致喺規管同埋執行上形成矛盾。本總會呢就對現行政策呢有以下4個建議：第一，另行訂立外籍家庭傭工僱傭條例，同埋檢討標準僱傭合約。依家嘅標準僱傭合約 ID407 存在唔少漏洞同埋陷阱，特別係第4條傭工嘅住宿、第8條僱主應承擔嘅費用，同埋第17條傭工嘅體檢，呢啲必須重新檢討。第二，喺外籍傭工方面，應該入紙嗰陣時咧，申請嘅時候，傭工必須對自己提交嘅申請表，包括個人資料啦、驗身報告等，作出真確無誤嘅宣誓，並且對錯誤嘅責任應該負上承擔責任。訂立條例，外籍傭工必須定時向所屬嘅職業介紹所簽署由有關部門設定嘅表格，以確保外籍傭工獲得適當嘅對待，包括工資準時發放啦，享有應得嘅假期啦，同埋僱主給予適當嘅對待。第三，僱主方面，香港入境處喺批核僱主申請過程中，必須提供僱主過往嘅記錄，例如精神同埋情緒方面是否有需要依賴藥物啦，喺過去12個月內有幾多次更換女傭嘅記錄等等，呢啲資料必須申報並應作審核嘅其中一環。我哋亦建議豁免香港市民聘用家庭傭工嘅開支個免稅額。第四，規管職業介紹所，我哋總會就歡迎政府定出相關規則嚟規管我哋呢啲咁嘅職業介紹所。多謝。多謝黃生。